我頭咁大個，冇異味，買得。聖誕節交換禮物冇乜 budget 嘅人就係去救世軍。如果擺喺呢度都幾有型，有埋燈啊！哇，如果佢識着嘅話就仲正。8蚊啊！呢個其實有少少潮喎，我覺得6蚊 OK 喎。Follow your heart， 我驚送咗俾啲同事之後佢哋會辭職，唔送得呢個唔送得。我有同事話一定要睇 board game 咯，二手都玩到嘛。玩咗一次其實已經係二手，因為哇睇落就知好玩啦，個人咁開心。喂，好新淨喎，其實有啲奇怪嘅問答啦。呢個有啲興趣3蚊啫喎，好 Q 啊！呢個戒指盒嚟㗎，呢個原來有名牌嘢啊 ，Champion 拖鞋都要9蚊㗎，好啱着喎。15蚊呢個可以送俾我 CEO 咯，佢成日去登台，仲要加大碼咧，好適合我 CEO 灰梧嘅身形。其實 Vintage 迷係好啱嚟睇下㗎，因為佢有好多經典書、DVD、遊戲機碟、黑膠碟、卡式帶都有，仲有電器、裝飾、家品，所以幾啱尋寶價。有興趣嚟掃貨嘅話咧，咁可以捐埋嘢啦，咁佢會俾個優惠券你，20蚊起咧就有8折，所以都幾抵買啊！喂，仲有聖誕樹喎，原來聖誕樹都抵買喎，應該呢個唔知幾錢。